好，嚟到中午第9課，呢一課係解三角形。呢一課裡面將會出現嘅其實係有4條公式，大家要知道嘅。而家先講第一條。第一條係正弦公式。咁咩叫正弦公式呢？就係大家睇睇呢一個3個比例，即係 A 除 sin A、B 除 sin B 同埋 C 除 sin C 係相等嘅。咁嘅意思即係細楷 A 就係呢個 BC 嘅長度，而大楷 A 呢，就係佢對住嗰隻角。OK， 即係大楷 A 對住就係細楷 A 呢個長度。同樣理由，大楷 B 隻角對住嘅長度就係細楷 B。咁大楷 C 對住嘅長度就係細楷 C。咁佢哋3個對住嘅邊長除以 sin 對住嗰隻角，咁樣一對就會保持成比例。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正弦公式。